大家来打票一下，后上台上共蛮斗风系嘛？在1、2、3，中八票。那应该讲哎，大家讲哎，中八票是人气票选的。对，人气票，你人气王哎，蛮斗人气王，你自家来讲啦。好，来，我来改选一下，好，先讲一下。上下礼拜，你前面是讲是跳路吗？有蛮多啊，冇有，马上讲还蛮多，马上讲出来。你给我坐着，他们臭男。就讲你收几多钱？你自家讲。你这么喊台上，不是两嘴不有蛮多，有啊，你有蛮多一系列啦。请来是跳路的朋友吼，千惠弟哦，我做主持吼，我切对唔会蛮多，因为我係就走係都唔喜歡蠻多，我咪唔喜歡做多嘅，因為度好多。假使我做多，因為付錢咯，譬如講係下主跳3點嘅發同主持哦，我的報價哈就會算哦，2版日前哦會先到場，差不多就是1點半的時間要到。假使係踢走到哦，譬如講我彩排，因為我彩排好你動家啦，我假使你下你好你下差掉，因為可能你彩排我2點鐘，你打算係挨戲院呢？所以你才付挨錢，很久的原因哦，係因為外輔導要看到主持人下做到下安心哦，為了你的安心，你咪外付錢不挨，所以外付錢輔導費挨就會多。Time is money 啦，就係中百 K 的傳錢的頭利了，你來改切一下好嗎？好。台上共怎麼有蠻多？好，台上共怎麼有蠻多咧？因為咧，你要搭擺了張時間，係下主跳2點就開始，結果就是10點就會來咧，4點鐘嘅時間，我化妝，我做跳那麼，我打嘴鼓，踢打送時間啦，搭擺落嘅時間，我自家做跳那麼，化妝嘅面還是斜掉，唔是塊暗道，款面唔是暗道，斜掉唔係咧，弄翻咧。你很奇怪哎，可以嗎？哪在誰掉？我化妝差不多10分鐘是結束咧，做跳那麼我自家都做5分鐘是做咧，15分鐘我是做咧上台咧，結果咧我4點鐘帶到2片，喺度睇下最攰，慳咗咧搭擺 re 教嘅書啫 ，re 教係回到馬山 ，re 教係回到，繼續豆腐卡冇自家練習該狀元，我就係學自家練功，自家豆腐卡，到攞到一上台立刻上去準備好，所以唔是很多時間。我一來就做啲全點開始。就話講嘛，可以準備幾多？可以講會結，跟住喊擺唔是來啦，唔是按丟金嘛。你下巴重點啊，總股啊，重點啊。一定要挑撥離間啊！因為我要上演上色，雖然會慢到，不過大部分我就會先同對方講，比如講我會慢到5分鐘，慢到10分鐘，甚至看洋蔥慢到幾點鐘，我會同佢先講清楚。不過有100咧，我嘅同我吊打，向下來做事嘅人啊，嗬，就發現到奇怪時間我到咧，我係問傳信息，因為差唔多。你兄弟係嘛？底險啊！老公，熒幕情侶，解盤，要看到幾？好啦，呢兩隻感情唔到啦。冇想過，係冇用上去撫慰到。燙到重樣嘅，底險用咪定你帶哪一片啊？哦，睇前下就底啊，因為睇下就會累下會卡，唔會慢到咁應該係肉肥哦，應該係肉肥哦。可能還有手勢啊喲。因為其實我平常是唔會蠻多嘅人，就算我做些複查重跳就會蠻多，睇下，我就會做抽前1班、前2班，就唔會蠻多。唔過有一年咧，我劇團表演嘅時間，睇下我嘅集合，結果10分鐘、20分鐘、30分鐘，我都冇出現。睇下想我奇怪，可能因為冇出現，因為我啲劇團10公演，從來唔是蠻多個。原來係我前日5廿歲個房嘅，佢用時間咪就當見仲叫我嗌鏡房嗰間咧，要檢查來前年啊！我說5廿你係咩要窮途？我一會做這種人要判死刑啊！我一定因為要按壞事情要處理佢。哦，原來係劇團嘅人勞動嘅自家一生嘅地方卡可能死嘅，因為我要帶動演，嗰時候就打電話就報警來請嘅，咁
卡团。其實動作愛嘅。还麻烦到警察身上，真嘅，警察先生行去扶持，現在自己控制。因為太用電哦。捱媽媽呢，有一擺真見同我吧，記住講話，唔係捱慢到，真嘅唔係捱嘅唔錯，係神明開捱遲到，開捱慢到，係神明嘅錯。嚇，神明嘅唔錯，佢係講神明，佢唔驚錯雷達。唔驚。呢個道理呢，對我嚟講啊，學起來咧。行講捱媽媽係咪講我？誒，唔知乜你媽神明喎，但係行我捱屋卡神明，而係用嘅 UV 嘅樣，總係我係聽順嘅，本保佑呢。我吃到最歐巴呀理由吼，老實講我自己沒有用過，所以講啊，我叫我用版，叫我吼，哎呦，你沒到嘅，就是怎樣啊，都市啊，用版啊，根本冇發生乜嘅事情。我年啲咧就好起來咧，我就係沒有困啊，哎，好起來哦，好起來，我最近見面兩次係爽口呢。好啦，你知道最有吧？迄亞哈等同因為確診嘛，確診吼。亞哈等同你會講，你因為蠻多嘅嘛，啊冇啦，捱腦霧了啦，啊排泄啊。腦霧未做咧變做隻條，學起來咧。我是都冇完全係壞習慣，因為總會有唔拄好嘅時間嘛，同埋白看真緊啊！你做啲控制啲度數會同人唔會同麼？所以我有唔拄好嘅時間啦，所以其實蠻多冇，我是都唔係完全係壞習慣啦。嘅壞習慣係哪一不過我有一張原因係我總在接受嘅蠻多是係睡過頭，睡過飯。我對我自家咪係安樣喎，係我自家睡過飯，我咪做唔得接受，因為我知道你一天定義天意要做嘛緊，所以你總唔得用睡過飯嚟嚟做理由。因為家下就講啊，就完全時間來應用角色，所以我提早講。你總咧慢到之後，你喊當作唔會影響到陪生人。你先講本陪生人喊住緩衝嘅時間啊，你譬如講我今日喊慢到，你都是做啲先去屙尿屙屎食東西食咖啡好嘞，50個慢到。重點慢到大家都有慢啲嘛。咁講應該係先講，總之講冇講啱會慢到。本應定係3點鐘、4點鐘。嗌同英同講嘅，真係講嘅同要套你嘅。唔過答咩啊？你慢到啊？你冇提早講哦，聯絡唔到哦，韓國時間哦。你連下手機拿出來。好嘞，50個抄。唔知間要知道個駕駛我本日就會慢到嘅嘢，有乜嘅人生嘅建議，還是講下輩子再重來好。啊，看你正常哦。唔講，迄個坐比洋機啊，坐火車付唔到，係付唔到嘅話，哇，你好針對性哦，很矮咧。針對佢啊，唔係，迄個亞中你大擺都付唔到，我就知道冇辦法，不建議，因為佢真係有偏，冇辦法。喺現車，衝人永遠一家之主唔會慢到，喺上台上講唔會慢到，按永遠嘅人就做得本佢建議，做得有改變嘅空間啊！有乜嘅建議係對白客來講？好啦，咁講吼，其實也就係一個人啊。對自家嘅人生嘅態度，其實你依家就係成法嘅習慣，因為你就代表講一成嘅成法習慣冇按好，韓國你一對一件事情要按要記冇，係你其實冇按要記。故事你從按用嘅人嘅，可能佢會主動乜嘅事情，將做去改變。比如講呢，喺上台上講，可能就冇要搶起來啊。韓國呢，比如講呢個其他，基本就做唔得手機嘅呢。係啊，我係今日會一個觸覺嘅。可能係亞消服啊，我未啲可能。故事呢，啱講呢，應該要讀到乜嘅事情啊，本要按用嘅打擊到，佢將會願意去改變啦。係韓國啱講會去互相去體諒，因為呢騙人嘅時間咩時間，所以你啱講我係要準時到，唔講呢你就係慢到嘅啊。係故事大家會互相，大家相互尊重啦，即講太之間嘅事件，嘛強讓係事件係冇白欠。其實吼，大家講係主動認你只有10秒鐘，你知道嗎？冇嚇，2秒就準時哦，2秒準時，10秒啲動態其實幾家下講吼，6成嘅部分啊，係互相認同，因為對我嚟講係一個浪漫嘅男兒身啊，吼，所以應該做事情就係慢慢來。結果不敢壓力動態，我係轉緊就簽到隻方法做得改變。你看今年嘅愛斯克米係個改進動作，講1、2、3，今年要改進，你不是好朋友啊？好，台上講，有吧？